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9，撒母耳記下卷22章47節安尼講：上主永遠活着，願我倚靠的石盤受稱讚，願救我的石盤，上帝受高舉。三甲來祈禱，永遠活着，做阮倚靠的石盤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權、至大、至聖的全能上帝，你的名佇全地到這奇妙偉大，是阮要尊重甲學樂的。主啊，你的慈愛大到諸天，你的信實達到穹蒼，你的應允永無改變。願卑微的人要來到你的面前，謙卑向你敬拜，甲感謝。主啊，願感謝你，你是阮的保護者，你要佇阮的正邊做阮的應允。你要保護阮免受一切災害，你要保守阮的性命。主啊，願感謝你，因為你永遠活着，願阮倚靠的石盤受稱讚。願救阮的石盤，上帝受高舉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感謝主，伊是咱的石盤，伊永遠活着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